疾病繁多嘅原因係氧化我哋身體嘅活性氧，因此我哋需要可以還原氧化嘅物質。それはどういうことかと言いますと、私たちが生きていくために必ず一般嘅水係會加重咗我哋身體嘅氧化。如果將水變成還原水，我哋就可以醫治好多因為活性氧而產生嘅疾病，而結果就係我哋嘅身體可以獲得康復。今申し上げた活性酸素が体の中で消去されると、その結果病気が治っていくんであろうと思います。水真係可以擁有治療嘅能力嗎？延世大學醫學院採訪人員進行咗兩項有趣嘅實驗。首先就要搞清楚鹼性還原水對糖尿病會產生咩影響。實驗對象係一隻有遺傳性肥胖而引起糖尿病嘅老鼠。生命水嘅真相第二步，醫治慢病嘅奧秘。一群飼養一般嘅水，另一群飼養用礦物質製成嘅鹼性還原水。呢啲老鼠平均嘅血糖係69同53。飼料嘅供應量相同。2個月之內，定期採集老鼠嘅血液，並檢測咗血糖同埋膽固醇嘅濃度。呢個實驗嘅關鍵係檢測老鼠嘅血糖升高嘅時候，還原水所能制止血糖上升嘅量係幾多？首先係血糖濃度嘅變化。飲用鹼性水嘅老鼠嘅血糖比飲用一般水嘅老鼠低咗34% 左右。以下係中性嘅脂肪量。呢點同樣，飲鹼性水嘅老鼠比飲用一般水嘅老鼠低咗30% 左右。其次係膽固醇。呢次實驗要證明還原水唔單止可以制止血糖上升，仲可以醫療動脈硬化等各種嘅成人病。以下係檢測抗癌效果嘅實驗。喺實驗用老鼠嘅身上注射咗惡性皮膚癌細胞嘅黑色腫瘤，並觀察咗癌病變嘅速度同埋大細。將老鼠分成兩批，一批飼養鹼性水，另一批飼養一般嘅水。飼料嘅份量相同。腫瘤嘅大細有明顯嘅分別。飲鹼性還原水嘅老鼠，腫瘤大細係10.78 mm； 飲一般水嘅老鼠，腫瘤大2倍，係20.11 mm。癌細胞嘅數量亦有好大嘅差異。喺白色肺部所見到嘅黑色點就係癌細胞群。飲用一般水嘅老鼠嘅癌細胞群有260個。飲鹼性還原水嘅老鼠身上嘅癌細胞群係145個。通過呢段試驗，可以睇到鹼性還原水具有制止腫瘤轉移嘅抗癌功效。實際上，癌細胞為咗轉移同埋擴大嘅組織係需要活性氧，但因為鹼性還原水除去咗呢啲活性氧，所以先可以得到呢一個效果。我哋平時飲嘅水係氧性水定係鹼性嘅呢？
呢個 BTP 試劑可以測試 pH 值、氫離子嘅濃度。投入呢個試劑就可以睇到按照 pH 嘅濃度唔同所產生嘅水嘅顏色變化。自來水係綠色，逆三頭壓方式嘅淨水器裏面嘅水係黃色，陽性嘅水變成咗紅色，鹼性嘅水就變成咗藍色。使用 BTP 試劑就可以按住 pH 嘅唔同而觀察到顏色嘅變化。自來水係中性 pH 7，所以咧就變成咗綠色。逆三頭壓方式嘅淨水器裏面嘅水係弱酸性，大概係 pH 6，所以就變成咗黃色。陽性嘅水係 pH 3，酸性，所以就變成咗紅色。鹼性嘅水係 pH 9，所以就變成咗藍色。向變成藍色嘅鹼性水裏面吹氣，可以睇到水嘅顏色漸漸變成黃色，係因為受到夾雜喺呼吸裏邊氧性嘅成分嘅影響。再添加返鹼性嘅水嘅時候，就會變成咗淺綠色，即係鹼性水可以中和我哋身體入邊嘅氧性成分。鹼性水含有大量嘅氫離子，因此可以恢復活性氧殘缺嘅電子，並且通過中和活性氧或減少活性氧嘅量嚟到預防成人病或者防止衰老。